各位觀眾朋友，今一集嘅心曲傳情又比較特別一啲咯噃。我哋唔係再每一個演員坐定定嚟同我傾偈，而係我將佢哋嘅一啲花絮擠上嚟。點解呢？係因為6月份我哋有一個全新嘅創作，就係原創音樂劇。咁大家都好奇怪，喂，咩叫做音樂劇啊？係咪即係粵劇啊？或者係咪舞台劇啊？咁其實唔係㗎。呢個音樂劇我哋叫做一個 crossover， 即係有粵劇嘅元素，但係同呢個流行歌曲呢係一個互相嘅交替咁樣去做嘅，係一個好特別嘅、好特別嘅演出。咁我哋當中嘅演員係有我哋熟悉嘅梁兆明啦，兆明哥，仲有係流行歌手谷婭溦小姐啦，影視界嘅胡偉康、劉洋、黃建東，同埋舞台劇方面嘅杜小喬，同埋大家亦都好熟悉嘅杜詠心，佢哋係演員嘅。咁仲有啲幕後嘅班底嘅。咁一陣間不如聽下佢哋逐一同大家觀眾介紹一下。感覺都係有啲大嘅，因為傳統我哋唱粵曲嘅唱法，同埋而家流行歌嘅唱法，亦都有少少唔同嘅發聲啊，甚至乎咬字啊、板丁歌方面都有少少出入嘅。咁作為一個戲曲演員嚟講，咁可以叫做跨界少少啦。咁跨界時代歌，咁喺兩邊揾距離咧，都屬於挑戰嘅啦。因為平時我哋即係好多年都冇乜點接觸過時代歌啦，甚至乎平時唱都少係跨界嘅模式，亦都想自己嘗試下。因為而家好多界別嘅都有好多，甚至乎有啲前輩啊，甚至乎好多都有嘗試呢方面。咁啊，作為一個戲曲演員，你亦都可即係趁而家嘅時間，咁都可想通過今次嘅演出。跨界別嘅模式，咁啊學多啲唔同嘅嘢啦，係其實都係一次好難得嘅機會啦，係因為平時就係傳統嘅粵劇同埋音樂係有少少出入嘅。雖然大家嘅路子都係比較相似，但係咧就響無論響發聲啊，甚至乎響平時嘅演繹方面都有少少出入啦，嚇。咁我哋會將粵劇同埋音樂嗰個模式。點解要融埋一齊咧？係我喺呢套劇入邊咧，我飾演嘅係一個賣風箏嘅小女孩，係好好笑啊！咁然後咧呢一位咧就係我嘅老師，佢會到時咧我會跟佢學習啦，咁然後推介我入到宮廷入邊去做一個係入宮唱歌嘅人啦，係啦。其實咧我就已經將所有粵劇嘅部分咧就交咗俾明哥老師噶啦，因為佢。無論係戲外或者係戲內，佢都係一個可以值得學習嘅老師嚟嘅。咁我呢一 part 咧，我就唔擔心話學唔學到嘢，絕對係明哥身上可以學到嘢嘅。呢個我係有信心嘅。咁關於呢一首主題曲咧，就其實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新鮮嘅嘗試，真係一個跨界嘅一個合作嚟嘅。我都未試過，真係成日流行歌入邊啦，又有粵劇啦咁樣兩個人。係唔同嘅界別入邊一齊去合作呢一隻歌，對於我嚟講，佢即係好新鮮嘅，同埋好好玩嘅。我這次呢《花樣夢》的角色有2個角色，一個角色呢是村長，還有一個角色呢就是皇帝的好朋友御膳房的屬於大廚啊，還有一個呢就是擔任這個。我們這個叫宮廷好聲音裏面的，屬於評審，對，對我來說真的算是一個好大的挑戰，因為音樂劇呢跟唱歌、唱流行歌本身就不是不太一樣，所以這次呢我還要去說廣東話，唱廣東的歌詞，所以對我真的有好大的挑戰。粵劇對我來說呢，其實不太陌生，因為我小的時候我特別喜歡京劇，所以對各個地方的戲曲呢也比較了解了挺多的，所以粵劇呢我小的時候也聽過那個叫有個最著名的嘛，叫那個帝女花。我是一個向往自由的人。真的實話，我還真的不喜歡去
做一个领导者去怎么样。但这次呢，能扮演这个村长，也让我体验一下这个当官的感觉，是当官吗？对，村长也是官。之后呢，我在中年好声音呢是这个参赛者，我这次呢我又当评审，所以真的有好大的挑戰，所以也算我過了一把這個當官嘅癮啊。今次我喺《花影夢》呢個舞台劇入邊咧飾演皇帝，咁皇帝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可能好多聯想，因為古裝嘅皇帝通常俾人覺得風流啦，定係權力啊，定係啲乜嘢嘢咧？我都想聽下，其實你哋期待皇上會做啲乜嘢嘢？其實原創嘅音樂劇咧，我都相隔好多年冇做，所以當初接呢套戲嘅時候，我好興奮，一聽到係所有嘢都係劇本啊、音樂啊，全部都香港原創，咁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我最大去接呢套戲嘅理由。咁就隔咗咁多年，再上翻個台去做一個仲要係古裝嘅舞台劇，我覺得我好興奮啦，好期待啦，同埋亦都有少少擔心，究竟係點去演繹啦？咁但係我相信喺咁專業嘅團隊入邊，一定可以俾到好多啟示，令到我今次可以將皇帝發揮得好唔一樣，但係你哋會滿意嘅。處理角色方面，我通常即係唔好話計淨係舞台劇啦，而係接套戲翻嚟之後咧，咁會希望將自己無論從外形啦、身體嘅形態啦、聲線啦、講嘢嘅方式啦，要去切合翻嗰個角色。咁呢個好似聽講以前讀科班出身，佢哋呢個叫做方法演技。但係因為我就從來係冇讀過訓練班啊，冇讀過演藝學院。咁呢啲只不過係我過往幾十年嘅經驗入邊累積翻嚟，同埋每次喺演出嘅時候，有時都會去觀摩啲同行點做啊，或者甚至乎有時會問下一啲前輩，咦點樣去處理會好啲嘅？咁而累積翻嚟。仲有一點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藝術，其實好多時藝術家好多時會抱怨點解人哋唔欣賞佢。但係我覺得佢正正就係少咗一點做，即係未做到就係其實藝術係都需要同人有個連結喺度，而係佢就係爭咗呢一點，同人未產生到共鳴。咁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啲人堅持所謂好嚴謹嘅藝術，同我哋所謂平時欣賞嘅美好嘅嘢，就係爭咗個少少。其實我覺得我每一次睇舞台嘅 live 嘅演出啦，無論係演唱會啦，無論係音樂劇或者話劇都係，每一次都會有啲新嘅衝擊俾到自己。原來我哋去睇同樣一件人或者事或者一件物件，可以有咁多唔同嘅方式、唔同嘅切入點。咁呢個正正係舞台同埋唔同演員帶俾我哋嗰個現場睇 show 嗰個體驗。所以親身去欣賞係我解釋唔到俾你聽，但係嗰樣嘢每一次都會總有養分拎到翻屋企。其實咧，今次花影夢大魚呢個角色係宮廷樂師嚟嘅，咁佢係一個喜劇人物，咁啊其實佢都負責搞笑，同埋佢會負責穿插喺唔同嘅場景啦，即係偷聽到人哋講嘢或者暗中幫助。最緊要咧，佢就係宮廷好聲音裡面嘅主持大會司儀。哇！我想講音樂劇同舞台劇咧，可以話係我嘅根，甚至係我家。因為咧，其實我讀完中七之後去咗美國讀書，就係大學主修戲劇㗎啦。基本上我每一年每一個學期，我哋都喺劇院嗰度大部分時間喺嗰度度過，因為排戲啦、做戲啦、排舞啦、練舞啦、唱歌啦。咁直至畢業之後咧，我喺美國做嘢嗰2年喺紐約啦，都係做好多嘅音樂劇，做過 Off Broadway 嘅音樂劇。咁而亦到翻到嚟香港之後咧，其實入 TVB 前咧，我係做過香港話劇團嘅駐團演員3年嘅。咁呢3年嘅時間係做過無數咁多嘅戲，亦都去過北京國家大劇院啦，同埋首都劇場咧係做過用普通話做舞台劇㗎。
咁所以自己覺得舞台劇好親切啊！咁我記得我21年嘅時候咧，就同蔡頌思咧做過張之國老師嘅《老公你好悶》啊！咁我好開心，21年之後，今年係26年啦，即係1+5等於6，即係5年後，終於有機會咧再搭台板去翻我一個好熟悉嘅地方，就係文化中心大劇場做音樂劇咧，我覺得好似翻咗屋企咁，好期待。而家入咗 TVB 差唔多15年啦，拍咗唔同嘅電視劇啦，亦都做過好多大 show 嘅司儀啦。其實我覺得每一樣嘅工作咧，都係幫我累積緊。就係當我搭台板嘅時候，可以越嚟越穩定啦，越嚟越唔驚啦，越嚟越鬆容啦。呢個真係即係啲人成日話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咧，我係好感受到嘅。因為譬如今次我哋去圍讀劇本嘅時候，咁我都覺得自己咦，好似有啲嘢比以前容易咗喎，或者放鬆咗，或者好玩咗。咁所以我好期待今次嘅排戲。咁同埋今次咧，我哋亦都係有同粵劇同埋流行歌嘅跨界別，有我哋嘅大老倌兆明哥啦，梁兆明先生。咁我好期待同埋杜詠心小姐啦，好期待同佢哋去 cross over。其實咧，我覺得觀察者呢個角色咧係唔容易㗎，因為咧佢時刻要保持理智，因為始終人係有感情嘅動物。好多時候譬如我同譬如喺一個角色裏面啦，我同歌姬 friend 咗，咁如果我太偏幫佢咧，我又會罔顧咗其他人嘅利益同埋福祉，所以我反而覺得觀察者係有啊，好有用啊！就係人生好多時候要保持翻理智，同埋保持翻一個自己嘅觀點同立場，唔好下下都俾人哋左右，唔好人哋講一講，空一空你又驚，或者人哋話求下你又心軟，有時候心軟同埋退縮又係未必係好事嚟㗎，我覺得。其實過往喺唔同嘅舞台創作一啲舞台劇啊、音樂劇啊等等咧，都嘗試過好多次嘅。咁就但係今次我覺得大家嗰個跨界別比以往更加多，因為以前咧好多時係戲曲演員再加舞台劇演員，咁今次咧係戲曲演員加舞台劇演員，亦都有歌手，亦都有電視嘅藝員咁樣，所以大家嗰個化學作用會更加大嘅。今次嘅挑戰，我諗其中一樣要好撇甩我哋本身戲曲演員自己特有嘅一啲譬如有啲小動作啦、語氣啦，呢一啲咧都係我哋要好努力去到提自己唔好咁容易走咗出嚟，因為我哋即係慣咗喺個舞台上面咧，其實已經係唔使刻意提自己咧，已經有啲嘢係變成自己嘅習慣。咁但係今次咧係一個全新嘅創作啦、全新嘅製作啦，咁模式上都會好唔同，所以咧都係要有啲咁嘅刻意提住自己啊。伍卓賢咧佢係今次嘅作曲啦，亦都係編曲啦咁樣，咁我就會係填詞同埋編劇嘅工作。咁其實喺文本上咧，開始嘅時候已經就算未有任何旋律咧，其實阿燕都已經俾咗好多嘅意見啦，亦都喺呢個文字嘅時候咧，點樣去到喺邊個位加入一啲歌曲啊等等咧，其實都商量咗好多，亦都大家俾咗好多嘅想法落去，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機會，同埋都合作得好開心。其實喺我哋粵劇嘅劇本創作咧，好多時係我會形容為一開始嘅時候會係孤軍獨鬥先嘅。我哋會出咗好多嘅大部分嘅歌詞、內容、對白，所有嘢都寫好晒，因為我哋有我哋嘅幫往啦，即係呢啲係已經有固定旋律嘅東西啦，或者甚至乎一啲嘅小調咧，其實都係舊有嘅旋律嘅。咁呢啲就已經係填咗詞。然後咧，可能係有一啲特別嘅設計先至會再交俾一個音樂設計或者作曲去做。咁但係今次咧就唔同，因為我哋所有嘅歌曲都係新編，係由零開始，所以喺大家嘅溝通上面要多好多。創作花英夢呢個過程咧，大家都付出咗好多心血，亦都諗好多嘅構思啦，喺入面希望點樣俾到新鮮感俾各位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到嚟支持我哋花英夢嘅演出。好啦，大家聽過咁多位演員嘅心聲之後，我就要賣翻下告白咯。呢個劇咧將會係喺6月18到21號喺香港文化中心嗰度舉行㗎。咁我哋係會演6場啦，4場夜場，同埋星期6日係加開呢個日場㗎。咁啲飛都去得唔錯㗎，希望你哋仲可以買得到啦。到時見。